感恩第十字。第一章感恩文言，是我刻记皇帝为人，一直刻记皇帝天下归人的为人有记，是有人何在？感恩话，请问记录榜，是我非礼不事，非礼不听，非礼不讲，非礼不动，感恩话。回水不变，请恕事故意。第一章，中江文言，是我出门如见大兵，使民如成大地，记述不一，不思无言，在当不完，在家不完，用将话，用水不变，请恕事故意。第三章，司马桥文言，是我今夏期言也念，我期言也念，是为之今以后，是我为自然，言之必不任何。第四章，司马桥分君子，是我君子不忧不哭，我不忧不哭，是为之君子以后，是我对想不救，夫何忧何哭。第五章，司马桥有话，人该有行地，我独无。之下话，相闻之意，事先有连富贵在天，君子敬不息。有人讲理有理，四海之内，该行地也。君子何犯何不行地也？第六章，主张文明，是我禁论之境，苦修之所，不行恶，可为明也意义。禁论之情，苦修之所，不行恶，可为万家意义。第七章，主讲文政，是我作诗作兵。民心之应，之狂话，必不得已离去。无需三家和先话起兵，之狂话，必不得已离去。无需之家和先话起息。如果该有事，民不行不得。第八章，这句闲话。君子之地意义，何以为为？之后话，这个夫子之说君子也，殊不极限。文有之也，即有文也。可把之国有谦阳之国，嘅道将爱讲不如有力话。天机有不着，如之何？有了对外，合天好话是我有不着，如之何？其铁也。对外，必成着，温学无不着；必成不着，温学无着。
将主张文中的变现之外，主张性积极中的呀。爱是欲其心，学是欲其事，既欲其心，又欲其事，是协调。行不依附，言既依附。11章，地经讲文情有孔子，孔子对话，关关心心，夫妇主主，讲话。现在，心如观不观，行不行，呼不呼，住不住，谁有效？我这里是主，11章，主话天然可以继续食，既有也有，主路无需要。13章，主话。天上我有景仰，必也是无相好。14章，主张文景，主话，古之不管，行之以定。15章，主话，扑克无文，若是激烈，也可以不断以胡。16章。主话，君主相人之美，不相人之恶，小人反是。17章，对孔子文情有孔子，孔子对话，正假正样，自说以正，属感不正。18章。孔子话的，君有孔子，孔子对话，过主之不用，随想之不强。19章，贵孔子文情有孔子话，如杀无德，以酒有德，何如？孔子对话。主为正，恩用善。主要先立秉先义，君主之德方，小人之德错，错上之方必严。20章，主张文书，譬如是可为之得义，主话何在？你所谓得教。主张对话，在当必文，在家必文。主话是文也，非得也。夫得也者，即得为好义，察言为关键。如以下人，在当必得，在家必得。夫文也者。写出人理行为，不义不义，在当必文，在家必文。21章，凡事将有无不无之下，话感文中德，修炼变现，主话先在文。先书何的非庄的无，讲之恶
有防人之恶，非修力有。一朝一分，防其心，以及其亲，非血有。22章，凡敌问人，自外爱人，问敌自外疑人，凡敌未达，自外孤敌错自恶，行事妄食敌，凡敌退。见诸下外，上夜我见有夫子的问题，自外孤敌错自恶，行事妄食敌，何为也？诸下外夫在言何？顺有天下算有尽，孤葛遥不忍者万矣。通于天下算有尽，故以问不仁者万矣。23章，主讲文友，自外中各离间得志，不可即止，无自入言。24章，将主外，君主以文会友，以友服人。